Hi， 我係阿仔。歐霸杯16強次回合，帶住1-1嘅比數翻嚟主場出擊，最後4-1贏咗得10人應戰嘅黃蘇入8強。開賽9分鐘，影響得呢場波最緊要嘅事就係迪列特喺禁區鏟跌咗奧耶沙堡，球證睇完 VAR 之後先判翻12碼。呢個咁少嘅碰撞刀吹，令到後面嘅比賽喐下都12碼。奧耶沙堡繼上場入12碼之後又再操刀，一矢中的，作客領先0-1。過咗一陣，班奴接應卡斯米路長傳，見到中間海倫空晒，佢直接交個波俾佢。蘇比迪亞喺後邊擋住海倫起腳，球證又再吹罰12碼。班奴主射入網，上半場追和1-1，而仲未破到入球荒嘅海倫喺上半場仲有個機會，舒克斯喺禁區擺脫對方守衛傳中，難得有個空位冇人 mark 住海倫，佢左腳輕輕一掂，結果個波貼住柱出界。下半場踢咗5分鐘，舒克斯接應海倫嘅回傳，禁區外勁射一腳，龍門撲出不遠，多古諗住吸翻入中間，結果艾魯斯當道想擋住多古嘅去路，又撞跌咗多古，球證吹咗今場第3個12碼，班奴再次命中梅開2度，曼聯反超2-1。去到63分鐘，舒克斯一個致命嘅傳球，劏穿晒黃蘇嘅後防，多古接應後俾下半場入替嘅岩布魯掹跌，俾球證紅牌直接趕出場。打多一個人嘅曼聯繼續控制戰局，今場又搏到12碼，又令到對方攞紅牌嘅多古喺第83分鐘突破入禁區，泰奧利鏟走咗個波，多古順勢跌低，球證又再吹12碼，但多古主動同球證講根本就冇犯規，球證經過 VAR 房核實之後推翻12碼嘅判決。跟住去到第87分鐘，班奴接應加拿祖嘅傳送，禁區起腳抽射入網，大演帽子戲法，令到曼聯領先3-1。去到補時階段，海倫喺左路突破，再傳翻出嚟俾中間已經空晒嘅達洛治射入，埋齋4-1。兩回合合計5-2淘汰黃蘇，順利進入8強。今場曼聯兩邊翼衛同埋中堅好多時都入去中路度幫中場做組織，令到班奴嘅傳波多咗好多唔同嘅選擇。佢既可以將個波分邊，亦都可以將個波斬入禁區，而舒克斯亦都開始掌握到隊友嘅企位。當隊友交波俾佢嘅時候，佢第一時間睇到反邊嘅空檔，當佢交翻個波出去嘅時候，曼聯就可以順勢將個波快速咁樣轉方向，令到曼聯嘅攻勢更加快速，更加立體。曼聯晉級8強之後會先作客法國，再主場迎戰淘汰星隊嘅法甲代表里昂，而當中亦都有前曼聯球員馬迪島哥。究竟剩翻唯一一個可以下季踢歐戰嘅機會，曼聯喺歐霸杯度可以去到幾遠呢？英超第29輪，曼聯作客利斯特城，呢場已經係我哋今季第4次面對利斯特城。頭2次就係由對手教練雲魯帶領嘅曼聯贏咗利城，上場喺聯賽杯補時憑住越位波絕殺，今場就0-3技術性擊倒對手。上半場曼聯好似真係有俾上場歐霸嘅影響，踢起上嚟節奏好慢。第28分鐘，海倫接應班奴喺中場一個傳送，佢勁論盡咁樣控咗3-4腳波，先至控得到個波啱翻佢嘅右腳，喺禁區度勁射破網，終於打破咗自己21場冇入波嘅入球荒。半場領先0-1，下半場悲劇發生。今季英超首次正選上陣嘅後防天堂哥喺一次攔截期間左腳落地咬咗一咬，最後要用保護靴加擔架抬離場。喺截稿之前仲未知道天堂哥究竟要唞幾耐，不過有報道話佢完場就淨係着住保護靴，唔使用拐杖，自己上到巴士，好有可能係需要唞3個星期先可以歸隊。而喺邊線好活躍嘅加拿祖喺第57分鐘接應海倫嘅傳送，喺禁區吸翻大位再射入網，但球證睇翻 VAR 發現有越位，再判翻入球無效。但佢喺67分鐘再接應班奴嘅傳送，禁區右腳一射入網，領先2-0。加拿祖亦都打破自上年11月以嚟嘅入球荒，而對上一次英超入波正正就係主場對利斯特城。入波之後，加拿祖就俾當日正日18歲生日嘅青年軍小將阿密斯入替，首次為一隊上陣。而去到第90分鐘，班奴接應達洛治右路嘅傳中，禁區外勁射破網，將比數擴大到3-0。近3場波入第5球。雲魯自上場開始踢3後衛之後，球隊其實攻勢係
做到，但奈何把握力真係爭啲，好似阿摩廉啱啱嚟到曼聯嗰陣時一模一樣。唔知雲佬仲有冇時間令到利斯特城回復正軌呢？始終阿摩廉都有版俾你睇。越爛嘅牌就要俾心機打。曼聯亦都喺各項賽事連續7場保持不敗，希望球隊喺國際賽完結之後翻嚟可以保持到呢一股氣勢。最後曼聯29戰10勝7和12負得37分，排喺聯賽第13位，距離第11位嘅賓福特落後4分，而距離降班區域已經帶嚟咗20分，相信應該都可以宣布護級成功。今場波另一個看點就係受傷患困擾嘅美神蒙特，今場喺後備名單，可能唞多2個星期，喺4月再開返嘅聯賽，佢可能會有後備上陣嘅機會。全曼聯傳得最勁嘅士砵亭翼衛昆達喺未完季就 HV 高咗啦，不過係去車路士，但又唔係嚟緊夏天去，係2026年夏天先去。嚟緊嗰季會借翻俾士砵亭，究竟車仔要買幾多個人先夠呢？拉師傅當初想借出去嘅目的就係想重新入選國家隊，只係離開咗個半月嘅佢，新領隊杜曹就已經揀翻佢入大軍。睇下嗰2場比賽，拉師傅會有咩表現？安東尼喺歐協聯再盛放光芒，又入波又助攻，會唔會完季之後佢嘅身價會上翻1億呢？嚟緊2個星期國際賽期，曼聯陣中部分嘅球員會代表國家隊踢世界盃外圍賽同埋歐國聯8強淘汰賽。馬沙拉維代表摩洛哥會踢2場世界盃外圍賽，分別係作客尼日爾同埋主場對坦桑尼亞。作為球隊主力嘅佢，相信呢2場波佢都會踢足。喀麥隆1號門將娜娜將會喺世界盃外圍賽作客斯威士蘭同埋主場對利比亞。至於南美洲區外圍賽，代表烏拉圭嘅烏加特將會喺主場對阿根廷同埋作客玻利維亞。阿根廷國腳加拿祖將會先作客對烏加特帶領嘅烏拉圭，再返主場迎戰巴西。但由於加拿祖喺阿根廷並唔係正選，所以估計2場波佢都會後備上陣。歐國聯8強淘汰賽，荷蘭嘅迪列特會先主後客對住西班牙。而有5位曼聯球員分別代表葡萄牙同丹麥上演另外一場8強賽事，分別有葡萄牙嘅達洛治同班奴對住丹麥嘅多古、艾力神同海倫。至於 U 隊嘅小將史卡朗代表嘅直布羅陀將會先作客黑山，再主場對捷克，但我仲未揾到直布羅陀嘅入選名單，唔知佢有冇入選到呢？而瑞典國腳連迪洛夫將會代表瑞典踢2場友誼賽，分別作客盧森堡同埋主場對北愛爾蘭，希望佢喺呢2場無關痛癢嘅比賽唔好受傷就好啦。今集就嚟到呢度，希望咁多位國腳喺國際賽期唔好受傷，安然無恙咁返嚟報到。我哋4月聯賽再見，拜。